一年一度嘅大多市粵語培靈會，今年係第50屆，主題係 Ready Faithful Ones， 顛簸世代的忠信者，將於11月6至8日，星期5、6日晚上7點半，士嘉堡華人宣道會舉行。大會講員周曉輝牧師。史提芬史匹堡嘅科幻電影《Ready Player One》挑戰者1號，講述人類為咗逃避混亂破落嘅現實生活，紛紛戴上頭盔，走入虛擬世界。呢幅畫面逐漸成為今日嘅寫照。當生活好攰，環境不斷震盪，唔少人都習慣拎住手機，匿喺個熒幕後邊。一旦放低手機，其實就立刻翻去嗰個令人迷惘嘅現實，對神覺得好遙遠啊！當環境不斷轉變，彷彿迷失咗信仰嘅方向。對自己呢，充滿焦慮、內耗、自我懷疑。表面睇嚟 OK， 內裏越嚟越低沉。對世界睇住 AI 科技如海嘯襲來，好驚自己會被時代徹底淘汰。即使係咁，我哋仍然可以活得不一樣。今年11月喺大多市粵語培靈會，主題係 Ready Faithful Ones， 在顛簸世代作預備好的忠信者。第一晚對神，我哋喺文化洪流、生活壓力裏邊，點樣去重拾嗰種忠於主、企喺主嗰邊嘅動力呢？第二晚對己，現代人心靈內耗嗰種嘅狀況，點樣讓我哋嘅心唔再變硬，讓我哋嘅心能被醫治呢？第三晚對世界，面對轉變，面對嗰種被淘汰嘅壓力，人生點樣可以被轉化，繼續俾神使用呢？邀請你預留呢3個晚上，期待喺11月同你一同走進神嘅話語當中。星期六中午2點有特別講座，跨代真能同行嗎？星期六晚聚會期間設有兒童聚會，主題係 Mission Impossible Hudson Taylor 非常任務大德生傳，歡迎4到12歲嘅兒童參加。此外，每晚7點有會前祈禱會，詳情請瀏覽大會網頁 trm.tcemf.org， 敬請各位踴躍參加。